这里是哪里啊？怎么还有人在唱歌？这也是著名的大稻埕河滨篮球场。你在打篮球的时候，还有人帮你拿卡西，就是帮你配乐。那卡西是啥？拿卡西就是日本的那个演歌，像我们说的卡拉 OK 啦，好 local，是非常 local。大稻埕羽球联谊会。小时候啊，我爸妈就是都在打羽球嘛，我就在旁边打篮球追蝴蝶。但我觉得啊，那段时间其实是最开心的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回不完的讯息，就只有球跟蝴蝶。来啊，来斗牛啊！上次斗片斗不够，现在还要斗牛哦。炖完都不累吗？会啊，其实也会喝一点像蛋白饮啊做补充，或者像是高钙黑芝麻糊。运动血糖就太低，我们的高钙黑芝麻糊其实有点糖分，或者其实吃香蕉也是蛮好的选择哦。我觉得啊，运动重要，不过饮食更重要，搭配良好的饮食，精神才会好哦。我懂，由内而外的发光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你泡的这瓶是什么？我今天泡的这瓶呢是可可杏仁茶，年过30好几，可可多酚有助于新陈代谢哦。真的吗？我也要买一包。你看起来很 UK 耶，你不需要吧？需要啦。